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Ricky 啊。唔知你有冇睇過呢？最近喺新聞上面經常有聽到5% 首期或者2% 首期呢一類嘅議題呢。今日就想同大家一齊分享下呢一個 Help to Buy Scheme 究竟係一個政策。對好多年輕家庭嚟講呢，買屋幾乎變成咗遙不可及嘅夢。首期又高啦，租金又貴，錢永遠呢都追唔上樓價。有一對年輕嘅夫婦 Jack 同埋 Emily Share Equity 嘅政策，即係話呢，你同政府一齊買呢間屋，政府幫你出部分嘅資金，將來升值或者貶值都就按比例去分配啦。大概呢，官方嘅重點就有以下啦。最低嘅首期呢係2%，政府出資30%。如果係現樓嘅，政府就出資30%。如果係新屋嘅呢，政府出資最多可以去到40%。名額有限嘅，名額每年呢大概1萬個，而且呢需要用嚟自住嘅，即係 owner occupy， 唔可以用嚟投資嘅。咁對於咧收入同埋咧身份都有個要求嘅。收入嘅上限咧，如果係單身嘅朋友咧，收入需要喺10萬蚊以內；如果係聯名或者單親家庭咧，就需要16萬嘅年薪以內啦。買家咧必須係澳洲公民，自住嘅物業可以包括 house、townhouse、apartment 或者係新起嘅屋。咁政府持股咧意味住係乜嘢咧？即係話將來如果你要賣樓或者賣回股份嘅時候，升跌都會按比例攤分嘅。但係參加計劃咧並唔代表咧政府送錢俾你使，你都需要履行以下幾個長期嘅責任嘅。例如呢間屋咧需要長期居住啦，而且咧要維持屋嘅狀況，以及咧有保險去 cover。另外咧要定期同政府申報收入、更新資料。期間咧係唔可以出租或者轉做其他用途嘅。咁如果我要退出呢個機制啦，咁點算好呢？咁如果你嘅財務情況慢慢改善嘅時候咧，可以考慮下逐步買翻政府所持嘅份額，或者咧一筆過一次過同政府買回。如果你要買屋嘅時候，亦都要同政府平分比例。簡單啲嚟講咧，你擁有呢間屋並唔係100% 屬於你嘅，而係政府同你做合夥人，同你 partnership。你賺錢嘅時候就要分翻俾政府。當然啦，如果係虧損嘅時候咧，政府都同你分擔嘅。市場上面咧對於呢一個嘅政策咧，其實反應非常熱烈嘅。其實喺過去2年咧都試推過㗎。咁基本上咧一推出嘅時候，好快名額就滿咗啦。因為咧好多置業嘅人都話終於有希望啦。但係同時間咧亦都有專家擔心呢類型低首期嘅計劃咧，實際上其實係推高咗物業市場嘅價格、入市嘅門檻。亦都有分析指咧，短期之內買樓嘅人咧就會大幅湧現，令到一啲咧大概係60零萬至到90萬左右呢啲價位嘅樓盤咧會更加搶手。另一方面咧，亦都有評論認為咧，共享持股其實係曲線降低首期，但係咧亦都限制咗呢間物業將來嘅自由，因為你每次轉售嘅時候或者重組貸款嘅時候都要同政府協商。講下咪好似我哋以前香港嘅居屋咯。我覺得咧 Help to Buy 咧好明顯呢個信號咧係政府知道首期太高，年輕人買唔到樓，確實造成好大嘅問題嘅。呢個計劃咧係可以幫到中低收入嘅家庭用2% 嘅首期入市，節省咗首期之餘，亦都可以慳翻 LMI。對好多人嚟講咧，確實係第一次見到希望嘅。但係咧同時間咧，我哋想提醒咧，呢啲唔係免費嘅午餐。政府嘅持股代表咧第時嘅升值咧需要共享嘅，而且申請嘅資格、審批同埋持續嘅義務咧都唔簡單。所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諗法，如果你真係打算去參加 Help to Buy 嘅 scheme，第一件事需要了解自己嘅收入同埋儲蓄嘅負擔會唔會太過 overload。第二咧，確保咧係自住，確保為咗自住而買，唔係攞嚟投機。第三咧就係將來如果升值或者諗住賣樓啦或者搬屋啦，要諗清楚退出嘅成本同埋攞翻嘅資金。最重要係咧有政策唔代表一定就要趕住入市，要睇清楚自己嘅財務能力同埋長遠計劃。如果你覺得 Help to Buy 可以幫到你，記得留意咧官方嘅 Housing Authority 嘅公佈啦，因為各個州落實咗之後，例如 Victoria、New South Wales 同埋 Queensland 過咗州嘅條例之後咧，佢哋過咗每個 state 嘅 legislation 之後就可以正式申請啦。我係 Ricky，下一條影片咧，我會同大家分析一下呢個 Help to Buy Scheme 同埋5% deposit 嘅方案究竟有咩分別，邊個更加適合你。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咧係幫到你嘅時候，記得 share、like 同埋 follow。你下次見啦。